弥陀佛，大家好，我们今天也继续在讲林园歌舞。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林园歌舞的，巴珠仁波切的林园歌舞的部分。那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出自于慧光集的巴珠仁波切的教言当中的，那就是林园歌舞。如果你们要更更多的内容，关于巴珠仁波切的教言和列传的部分呢，也就在慧光集的这个里面有非常完整，就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所要学习的呢，就是主要巴珠仁波切的这个林园歌舞的，今天是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莲花大比昂和莲花安宁的，就他们两个在一起，过着一个世人所羡慕的这样的一个，也彼此的感情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两人彼此情谊亲密，笑容未落，爱欲温存，同气长水，结伴不离，低声倾诉各自心中的所怀，就是各自心里的想法。他们呢就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彼此说，我们就是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前面也说了，就我们的青春并不是这种升华的这个神笔所画出来的，那是什么呢？因为是善性变化所成的结果。所以说，就是这个在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都是前世的善根有关系的。也所以呢，他说我们有财富我们的财富也是前世业力所感的，所以这个前世业力所感召的，还有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莲花最极柔和的那种自我享受这个非常非常，还有在这个莲花里面花心呢，有很多的这种花蕊嘛，这个也并不是因为别人，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一个善根。另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的留给我们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比较有钱人，他们呢，因为父母的或者家族本身就是非常有钱，所以他们呢就是从小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也就是富有的生活。富有和幸福有时候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无论如何，在条件方面呢，有些人确实拥有非常富有的这个生活。这种生活在他就以为这是每个人都这个理所当然的一个拥有，所以根本就不珍惜了。也就是他们正在因为不是自己的这个累积福报，继续这个不断的这个累积福报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也可能会变成为什么在中文里面有一个富不过二三代，好像是这样所以这是有原因的。所以这里呢，他们两个呢有就是一定程度上，他们就一开始这么年轻，就有一个极高的一个觉悟。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些拥有都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前世的这个因果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虽然拥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活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更加的珍惜。所以百味灭云，长生甘露。这个长生甘露呢，就是说，它就是我们这些莲花里面的这个花蕊的这个精华呢。因为他们是要吸收这个精华的这个蜜蜂嘛，所以呢，就他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天然的一种甘露。我这个比喻就是一种富二代这种贵族的这个人，他们享用的自然的条件和这个莲花里面自然长出来的，然后这些他们这个蜂蜜蜜蜂，这些就是这个一个彼此的一个比喻这是巴祖仁波切的这个成长的甘露。那甘露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仅此这个幸福呢，非不可力求。所以呢，就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非常努力或辛苦而得到的，那是什么呢？是前生的累积的福报而天然自成，前生积福天然自成。呃，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傲然或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是父母的都是我的，而且他们的这个也从来没有想过父母在这个后面有多少个他们的这个累积的，这种怎么说就是辛辛苦苦的这个血汗的这种一生的这个努力。更不知道这个背后有没有前世自己所做的这个福德，所以很多人都是非常盲目的在过一个自以为很富有的生活，所以这种呢很容易出错的就是这样。所以包主任不齐在这里讲的就是他这两位呢就不一样了，他们说前生积福天然自成这个天然就像莲花花蕊的这个当中的这个精华一样，就是天然自成的。自信若能依存佛法，即此身躯课程下满，无用木他是吧？能言解义，早作恶业，两足人生，就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呢只有这么的一个自然拥有的一个福德，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我们其实佛法并不反对富有啊，连出家人都，只要是你自己心里不是因为很贪着，那就你住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豪宅里也没有问题的，这是佛经里面非常明确的说的。
穿的也好，吃的也好，只要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一种贪婪，一种自然，就别人说别人要求你今天住一个豪华，你也 OK。如果今天呢你要睡在一个路边，你也非常 OK 的。这种一个顺其自然的这种态度呢，那就是佛法修行该有的态度。如果你觉得修行人非要是要非常辛苦，要贫穷，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觉得我是修行人，我什么都可以，就是有个要着迷这个精神的这些财富，也当然是一个错误。所以呢，虽然他们两个现在目前拥有的这个幸福是值得学习、值得欢喜、值得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巴楚仁波切并没有否定他们两个这个拥有。只要巴楚仁波切是提醒说，哎，这也是无常的。你们现在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要信存佛法，依存佛法。是自信若能，这个当然不是八周如记，但是这个内容的实际和这个作品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实际上层面来说的话，这就是八周如记的想法。但是如果这个故事的情节来说的话呢，这就是这两位的想法。通过借用这两位的这种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我这宝珠仁波切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你也该要怎么去这个看待你的富有就是这样。所以则心若能依存佛法。如果你自己的心，就是不是你了，就是如果我们两位的咱们两个的心能够依存佛法这个话呢，那就是下满人生了。我们经常说这个下满人生嘛，这个即此生取可称下满可以称得上下满。因为闲暇这个圆满的这个18个这个八暇和十圆满，在普贤上师研究里面讲非常仔细的讲这个释迦行的第一个是人生难得的引导里面讲的这个就是暇满难得。暇是什么呢？有能够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能够这个机会修行，这叫做暇。满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条件就是这样。暇呢，就是本身的一种，比如说我们人是，如果是你不是人，是地狱的众生的话呢，你永远不是就在这个地狱的这个身份，就是有修行的机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没有八暇不具足八暇的其中一个，然后这个等等有这个8个，然后满呢就是圆满就是要修行，最好要具足的这个圆满的条件有10种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广义的暇满人生，但是呢，如果不能信存佛法的话，暇满人生是一种就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无用 OK， 所以无用木他能信解义，早作恶业两足人生。意思是说这个翻译的这个顺序和藏文是有不一样，但是意思是说，如果是一个若能造作恶业的话，一个人的话呢，就算是一个两足人生，因为两足是人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两足比如说我们
佛陀的这个称号里面叫良足尊啊什么的，这个良足是经常是称为人的啊，就是所以人的这个人生也是，如果是造作恶业的一种人生的话呢，那也我们不值得什么羡慕哦，他是获得人生呐、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所以这里说的这个那些动物，虽然是你是能说话、能言解义，是什么呢？能说话、了解意思，然后就是说我们一般称它为这种高级有智慧的这个动物的，但是这就是能言解义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格或者就什么就能言解义而羡慕他，因为什么呢？造作恶业的两足真神嘛。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非常富有，我们非常清纯，我们非常幸福，但是如果我们内心不能呃这个去修行的话，学习佛法的话，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就是两足人生也好，这个能言解义也好，就不值得什么羡慕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这样的，所以还说，另外一个人跟他说啊，哎呀，倾听一种情人啊，我我的心中的唯一的情人嘛啊，所以这个藏文也确实这样的，一种凝度，一种就是说啊，其实一种就是愿意，凝度就是非常这个一种的情人呐、所以再就是应该是按年恢复大比样的。第二个呢，就是按年恢复大比样的，都是说，哎呀，倾听一种情人呐、你说的确实是没有错，所以这样说，眼前鲜花这个乐园绝嘛，是吧？绝啊，嗯，OK，反正就是眼前的这个莲花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漂亮，再加上呢，就这个莲花花蕊的这个甘露呢，滋味也非常啊，像滋味津津，就是非常的这个特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任何这两个是第一个是代表着他们的家园嘛。环境嘛，第二个是他们所享用的这些饮食的部分啊，同声相应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在亲朋好友这个周围有一个一样的，就是彼此合得来的，还不错的很多的这种，而且随从他们的这个眷属啊。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非常热闹，嗯，但是现在都是觉得，哎，我们是亲朋好友，然后家庭都非常的这种，幸福美满的这个样子，但是这就是幸福的时刻，这个用家庭来形容这个时刻，因为什么呢？莲花也好，这些生物、植物，植物嘛，就是最，呃，呃，成长他们活得最这个精彩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夏天嘛。所以我们用白话来讲，所以这种夏天呢，那就夏临风光为时短暂啊。其实是夏天的这个事情呢，非常短暂的。
虽然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美丽，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所以这个夏天的这个时间呢，非常非常的短暂。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人的这种幸福的这个时间，很容易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就是夏令风光为是短暂啊，最短暂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还说这个秋雨兼忙萝卜儿，藏文里面也就是这样的。灾害因缘起来，呃，呀，可以。灾害的因缘起来突如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灾难、灾害，自然灾害也好，人物也好，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欢乐变成刹那，无论是痛苦和快乐，所以呢，都是能够是非常容易这个变成气变化的，非常短暂的。所以四生石呢，也来引进逐渐这个渐进是这样的。所以四生的这个四母呢，四母氏就是四母他就呃他的使者就来迎接我们的，就是当然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没有这个一个专门就是一个人来带我们，但是主要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每一个这个众生都正在往那个死亡的路上，就是每一个刹那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方向的，所以我们迎来的就是死神，所以就是死神是这样的。贪求安乐度其切此生，我们就是非常贪求的这种不居住、没有知足的这种安乐的度那个，然后就安乐，然后度切此生，就是这样的这个度，就是用完了这个一生的话呢，那是怎么样呢？那得了，我们都现实的舒适，终无所得。最后没有什么了。有些呢，80、90岁了，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所的经历，一些成就，但是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带跟自己一起要走的是什么？自己能带的是什么？就是善恶，自己造作的生前造作的善业和恶业，所以现世俗世终无所得，轮回世事纷乱重重啊，长世短世永无了息。是这样的。所以呢，就考虑一下吧，这都那么样，轮回的事实就是一种纷乱重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散乱。那恰当应等咱们都长时也好，短时也好，都是这个没有就是永无了息。就是无聊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是完成的，做完的一个是，你就是再就是要探求这个安乐，也就是求不完的意思啊。所以长时短时永无了息啊。还有呢，咱们说啊，尝试的这个涂抹，
四民九流，我们就是说长期希望能够拥有现在的一切，希望是这样子，或者你为了今生的这个生机，也要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叔叔已经终无所得，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寿命耗尽了，那就那个最终那个时刻，一切都不会跟着你。那个时候呢，一切都是就没有什么说的，这样的。如意乐园尽享安乐啊，就是我们这个如意的乐园呐、就是这个尽享非常安乐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但是亦须离别离，全无意义啊。因为有一天如果万一在前面也说了嘛，这个夏天是什么呢？夏令呢，就是要风光，因为是为是端正嘛。所以，如果一须别离，全无意义，就是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他跟他们两个说，这个心中所怀嘛，心中所怀，彼此说心中所怀的时候说，啊。顿点公里落他去当印度日做去了当中，延年几次军役当决，这个军，这个我们这个，呃，延年次几次，就是也用这个延年几次，OK，就是用这个我们要用当局这个然后呢，二我夫妻力取佛道，那因为我们要做决定，如果我们心里就有一个这个决定，我们就达到共识的话，那我们两个夫妻应该要立马要去向佛道，要去学佛。当然，这里的学佛不等于是出家人，也不等于是还是这个要去皈依的意思，因为本身他们两个都是信佛的，有皈依的，但是现在他们也并不是一定要去出家，但是就是要认真学佛，是在家当中也可以做的，出家也可以的，所以一起成佛，有缘同行。呃，有缘同行修学佛法就是有缘同行是这个达维扬对自己的君子的一种说，我们说有缘也是同行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的感情上一种完全是同行的一个状态，所以藏文里面也有说隐吞就是同行，同行我们要修学佛法，一种良友均以云和，所以说我们就是请问你有没有一样的想法？你同意我的看法吗？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Namo Gurbe Namo Buddhaya Namo